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路加福音第4章31节到44节，耶稣医病、赶鬼、传道。路加福音第4章31节，耶稣落去加利利的迦百农城，逐个安息日拢有得教示人。因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，因为伊的话有权威。会堂内有一个互无清气的鬼神附身的人，伊大声喊：那些人耶稣，你莫插阮，你来要毁灭阮是无？我知你是甚物人，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甲伊责备讲：点点，对这个人出去。鬼伫众人的面前甲伊摔倒，就对伊出去，拢无甲伊伤害着。众人真着惊，讲来讲去，伊话哪遐厉害？伊用权威甲能力命令邪神，因就出去。耶稣的名声就传到四围各所在。耶稣离开会堂，入去西门因兜。西门的丈母破病，发热真烧。有人甲耶稣讲这个代志，耶稣徛倚去伊的边仔，责备热病，热就退。妇人人随时起来甲因侍候。日落的时，众人将有各种病的人拢带来找耶稣。耶稣一个一个甲因换手，拢甲因医好。嘛有鬼对真侪人的身躯出来，话讲：你是上帝的囝。耶稣甲因责备，毋准因讲，因为因知耶稣是基督。天一个光，耶稣就出城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规阵人在找伊，找到就甲伊留地，无爱伊离开。毋久，耶稣甲因讲：我嘛着去别个城市传上帝国的福音，这是上帝差派我来的目的。伊就继续伫犹太逐个会堂传道。默想，耶稣的事工主要是这3个项目：医病、赶鬼、传道。迄当时的祭司、法利赛人也在做同款的代志，毋过受帮赞的在地人对耶稣的事工煞感觉较特别。咱敢捌体会圣经信仰带来生命的意义，较好教会外的方式无？譬如讲思想、修行、坐禅、冥想等等。想看卖，谁对咱的生命有上大的权柄？敢毋是迦百农居民所迫切咧追求，无想要互伊离开的迄位？这3项中，对咱较青分的应该是赶鬼。毋过，若回想信主进前的经验，罪恶势力管辖咱，做一明明知影毋通去做的代志，也是讲赶袂散的歹念头。凡事较接近体会魔鬼附身、身不由己的处境。毋过，无论过去也是现在，看有权柄的耶稣对来追求伊的罪人，拢直接甲讲：紧对这个人身躯离开。见效的代志已经煞，受赦罪恩典的新造的人，就安尼来诞生。咱敢有较无这款的自由轻松？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你是生命的创造者，也是落尾的医治者。我若生活有恶解的难题，日子行好事煞行袂出来无奈，
改袂过来歹习惯、歹性地，阮通来仰望主耶稣。感谢你做阮服侍的款式，愿圣神甲阮伫地，互阮通学习主耶稣好胆积极宣扬福音，医治受苦的人，抵挡邪恶权势扩大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